轻人也是因为林总裁林德拉先生，还有跟他的周边的伙伴们，大家一起完成了今天，就是大家都是创业的，这边应该好几1、2、3、4、5、6家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当我没说，你们等下自己去晃一晃啊，都是一些很有热血、有梦想，然后想要做一些事情的一些年轻人一起开创的一些小小的店。今天只是来这边沾沾喜气，然后唱一首歌，也是很有喜气的歌曲，叫做《西瓜》。放西瓜吗？没有，那还是可以去拿哦，可以吃哦。